新竹县的竹北地区呢，自8月底开始，在空气当中就直直拢闻到歹味。经过环保局初步的研判呢，就是有机的化学剂所造成的。也毋过，因为这扩散的范围是真大、真恶堆渣，所以环境部专案小组呢是派出空气品质的监测车，也有检测机器，要监测来源。空气当中直直出现怪怪的气味，真足偏见，那像是烧作假的臭味。新竹县竹北市对8月底开始，连续几天传出10片的气味，住伫附近的居民埋怨讲，实在臭甲强要冻袂掉。烧塑胶的味道，也不知道哪里飘来的，它就是会觉得会让人家担心啊，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造成健康的伤害啊？就非常的臭，很刺鼻。比较集中在我们所谓东区的右侧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多的。环保局接到通报了，经过初步了解，应该是工厂使用有机溶剂造成的。也毋过因为扩散范围包括规个竹北地区范围宽，要追查真无简单。环境部拜三派出空气品质监测车甲有机物质检测仪器，要来追查污染源。监测空气中的非化性有机物，那它是属于快速扫描的这种设备。那如果扫描到有比较高的异常的值出现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采样，感觉上污染源好像比较偏向于有机溶剂，所以我们测定的工具是非化性有机物。污染的方向依那个风向及气象的这个上风处的这个方向来去持续的追查其他的固定污染源以及这个小型露天燃烧，包含这个非法的这个焚烧废弃物的这些行为发生。环境部表示，率来甲采样检体送去到国家环境研究院实验室，来确认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并且还有竹北市民清气的空气品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